Hello，大家好。今個月係個特別嘅月份，因為我哋要慶祝 Young Living 香港12週年啦。係啊，為咗慶祝呢個特別時刻，我哋準備咗一系列嘅精彩獎賞。依家一齊睇下今個月有咩特別獎賞啦！今個月只要喺1至15號早鳥優惠期間購買滿125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，就可以獲得丁香精油調味料1支。丁香有抗氧化功效，仲可以支援免疫系統，對整體健康有好大幫助。喺我哋人氣產品盜賊複方精油 Inner Defense 同 Longevity 都有呢個成分㗎。丁香有一種溫暖又辛辣嘅風味，有咗呢支丁香精油調味料，你就可以用佢嚟替代你中意嘅香料，或者喺整食物嘅時候加入菜式入邊，增添食物層次又健康。踏入秋天，皮膚開始乾燥，所以真係要做足保濕。今個月只要買滿19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獲得薰衣草輕盈滋潤乳液1支。呢支乳液糅合咗薰衣草、檸檬同沒藥等優質精油，散發出一種平和嘅香氣，令人放鬆。而且佢添加咗枸杞子油同可可巴油等滋潤成分，可以有效舒緩乾燥肌膚。最緊要係呢個配方唔油膩，吸收得好快，仲冇添加合成香料或者色素，敏感肌膚都可以放心使用。想像一下，喺忙碌嘅一日之後，返到屋企用呢支薰衣草輕盈滋潤乳液，輕輕按摩肌膚，聞到咁香嘅香氣，個人都即刻放鬆晒啊！香港人生活十分忙碌同有壓力，無論係長時間工作、捱夜或者不定時飲食習慣，都可能會影響我哋健康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30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，就可以獲得一張 Longevity。佢嘅配方包含百里香、甜橙、丁香同乳香等獨特精油，具有高抗氧化特性，可以幫助減低自由基造成嘅損害，保持身體細胞嘅完整性，保護你嘅身體對抗現代生活帶嚟嘅種種壓力。Longevity 可以令忙碌嘅你提升免疫力，令你身體由內至外都可以得到全面嘅健康。解決咗身體上嘅健康，身心上都需要平衡同放鬆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49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獲得呢款限量版 Balance 漫遊擴香機。呢部漫遊擴香機係專為慶祝 Young Living 香港12週年而特別設計，絕對值得收藏。佢上面嘅兩個圖案，一邊象徵住平衡、穩定同平靜，另一邊代表光芒、無限同無條件嘅愛。呢部擴香機體積細，而且輕身，仲唔使加水就可以用，非常方便攜帶。而且今個月仲附送一支西柚精油，清新又活力嘅香氣可以為你增添好心情。當你需要放鬆嘅時候，就開啟呢部漫遊擴香機，令香氣環繞，感受平靜同愛，真係一個完美嘅享受。Francis，你今年有冇訂立咩目標係仲未完成㗎？有啊，我都擔心年尾之前可唔可以完成到。唔使擔心，我有好嘅精油幫到你完成目標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60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獲得 Believe 複方精油1支。呢支精油糅合咗愛達荷州藍雲杉、愛達荷州巨冷杉、乳香同其他草本精油，香氣特別迷人。佢嘅香氣可以幫助你提升力量同信念，令你更有動力去完成今年訂立嘅目標。當你需要支持嘅時候，可以選擇擴香或者局部塗抹，隨時隨地都享受佢嘅好處。無論係面對生活中嘅挑戰，定係努力實現個人目標，Believe 都可以幫你保持正能量，迎接每一個新挑戰。以上就係10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身邊嘅朋友認識更多 Young Living 嘅產品。我哋下個月再見，拜拜。